隨時都可以輕鬆征服崎嶇荒野路段嘅 Land Rover Discovery 3.0 V6 SC-HSE 代理最近特別加推多項全新選配裝備，憑住獨有嘅色調配襯，塑造出更加強烈嘅霸氣色彩，吸引程度亦都因而全面提升啊！外觀而言，原來利用筆直線條勾勒而成嘅車體，加入 LED 日間行車燈嘅新款頭燈固然獲得保留，但係喺色調配搭環節之上，廠方就加多一項名為 Yulon White 嘅全新選擇。呢一款專為亞洲市場而設嘅車身色調，同常見嘅白色唔係完全相同，至少屬於 metallic paint 嘅佢，望落去更加有質感。另外，如果肯使多3萬蚊左右，更加可以將輪圈升格至到全新嘅20寸 Aerofiber 款式，唔單止能夠深化好動形象，亦都同 Discovery 向來所標榜嘅硬派豪華 SUV 形象匹配。由於試揸嘅車屬於汽油版本，車裏面3排座椅共可以接載7位乘客，而且可以按需要收接中後2排座椅，從而換嚟更加大嘅載物空間。相比起同樣都受車迷歡迎，只能夠搭載5位乘客嘅柴油版本，更加富實用性。至於配備環節，3組獨立天窗、中控台7寸輕觸式操控屏幕、Meridian 高級音響已經成為標準嘅裝備。但係如果肯再使多47,000幾蚊左右嘅話，更加可以將座椅升格至到獨有嘅 Windsor 皮革款式，承托力更高之餘，就連觸感亦都全面提升啊！動力核心屬意加有 Supercharger 嘅 3.0 公升 V6 引擎，錄得馬力340匹，並且可以喺3500至到5000 RPM， 令到 45.9 kgm 扭力全數釋放，結合具備手動換擋功能嘅8前速自動波箱，加速反應快到令人留低深刻嘅印象。與此同時，駕駛者可以按照路面情況預在喺 Terrain Response 地形反應系統嘅5種駕駛模式之間選擇，一套4驅系統亦都會時刻咁樣發揮最佳效能，令到 Discovery 可以好輕鬆咁樣持拼於崎嶇荒野間，就算水凼亦都可以照樣衝過去，貫徹廠方刻意營造嘅硬派豪華 SUV 風格。